香港嘅交通安全成歷史始於1970年，首座位於秀茂坪，希望透過模擬道路環境，為幼童提供道路安全教育。其後，北角、沙田同屯門嘅交通安全城相繼落成。現時，香港有3個交通安全城，均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包括百福道交通安全城、秀茂坪道交通安全城以及沙田交通安全公園。多年嚟服務學校同公團體預約參觀，但設施經多年使用，正面對老化、過時等問題。有見及此，道路安全議會喺2024年決定舉辦改造秀茂坪道交通安全城設計比賽，以推動交通安全城嘅活化及改造，藉此提升其吸引力、效能及可持續性。比賽分為專業組同學生組2個參賽組別，而專業組嘅冠軍作品名為《智道遊園》。作品《智道遊園》旨在將秀茂坪道交通安全城改造為以兒童、家庭同長者為本嘅共融樞紐，設計增設透明入口以及活潑嘅道路圖案，從而吸引更多市民。當中創新嘅坡道設計，為安全城提供多元化嘅道路安全學習場景，配合整合式數位工具，營造沉浸式嘅學習體驗。展望未來，議會希望將設計比賽嘅得獎作品視為活化其他交通安全城嘅參考藍本。而比賽中嘅獲獎提案將有機會被納入未來嘅翻新與改造計劃，於可見嘅未來，讓道路安全知識以更有趣同互動嘅方式傳遞至社會各階層。